第二场，大隋勇士宇文成都获胜。三场，大隋勇士宇文成都获胜。第四场，嘉泽国勇士苍狼对战大隋勇士宇文成都。
犯规了，处死他！不要！让！大隋勇士宇文成都获胜！吾等甘拜下风。传旨：监镇八卦金蝉飞龙宝甲赐予我大隋第一勇士宇文成都。谢主隆恩。平身。谢万岁！天下承平日久，士马全盛。今四海既清，与一家无异。朕皆欲存养世岁性命。譬如天有一日照临，莫不凝贴；若2日、3日，万物何以得安？此次苍天之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瞻，皆为我臣。万岁！百国武士大会之后，大隋声名远扬。炀帝凭其雄厚兵力，使得各附属国俯首称臣，招降纳贡。诸国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，并拜隋朝为天朝。皇上，您那么忙，还有时间来看望臣妾，臣妾真是感激不尽啊。殿试刚完，听说你快要生了，感觉如何？谢谢皇上关心，臣妾很好，就是肚子里的老是闹腾。那是好事。肚子疼！皇上，娘娘要生了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赶紧，娘娘要生了！不怕。皇上，我们要为娘娘接生，您……好，等到外面去等，好好给朕生个龙子，不怕。皇上，贺喜皇上，娘娘生了，娘娘给皇上诞下一龙子，恭喜皇上！天竺镇，爱妃，受苦了。能为皇上诞下龙嗣，是臣妾的福气。哎，皇上，给您。各位兄弟，我这就上山。
找我那兄弟翟让，让他接咱们上山。五弟，人心有变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妙。你一个人上山，我不放心，需多几个兄弟陪伴你，我方可放心。大哥，我看还是我陪5个上山吧。我也陪2位哥哥去。哥哥，你闭嘴吧！各位贤弟，此去瓦岗寨，关系重大，一切事宜由单武帝做主，你等不可造次。是。哎，若是那翟让以礼相待，我们自然不会造次。那各位兄弟就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好，我走了。啊，哎，等等，武帝，你一定要小心。虽说你和翟让有交情，可毕竟是去别人的山头，是有求于人。咱们能和均便和，如若不行，你也要好好的给我回来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真的。五哥，保重。走了。保重保重。来，请坐。哥哥今天能够光临瓦岗山，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。传我的话下去，全寨歇息，杀牛宰羊，以示庆贺。好，传，全寨休息，杀牛宰羊，以示庆贺。好，来，干！贤弟啊，愚兄有一小事需要相帮。哥哥有话只管讲，何来相帮2字？当朝天子无道，各地贪官污吏遍，百姓处水深火热之中，民不聊生。如今我同秦琼、徐茂公、王伯当等46友歃血为盟，意欲推倒隋朝，另择明主，安抚百姓。只是我义军如今尚无安身之所，都在瓦岗山脚下，想与贤弟合伙推翻隋朝，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呀？寨主，他日得了天下，你我江山一人一半。现在兄弟们就在山外守候，不知寨主意下如何呀？哥哥说的是哪里话？你们既然把人带来了，小弟怎敢不应？这是山东义军看得起小弟。不过，阿弥陀佛，可否容贫僧说几句？大师请讲。12员外，贫僧虽然你从没有见过面，但久闻大名是如雷贯耳啊！如果是12员外您自己来，贫僧那是真心的欢迎啊。可现今您说共有46位朋友要来，那45位我们可是都不认识啊！真要是都上了瓦岗山，万一要发生了误会，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再者，将来推翻了大隋啊，双方平分疆土，我看也只是说说而已。可天无2日，国无2君呐。
那究竟谁为君，谁为臣呢？刚才大和尚说的特别有理。员外说你们的人马已经到了寨外，我看特别不妥。山东义军46友，我们才3个寨主，到时候岂不是以强凌弱，喧宾夺主了吗？对呀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单二员外待众人等在山外啊，再来和我们商议，那岂不是就是说和也得和，不和也得和嘛？啊，单二员外啊，既是总瓢把子，又和我们大寨主有交情，嘿，您这样做恐怕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你们瓦岗山的人啰里啰嗦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别以为我们山东义军没地方去，非得要投靠你们瓦岗山。哼，只说是咱们两家自来修好，又一起举了反旗，反了朝廷，这才坐下来，咱们好言好语的相商量。哼，别以为自己真的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哎，咱们说好了，咱们怎么都行，要来横的，嘿嘿，咱们山东义军真的不吃这一套。没错，朝廷咱都不怕，难道会怕你们瓦岗山不成？再说了，这瓦岗山也不是老天爷封给你们的，谁有能耐谁占它，没能耐的请您挪挪窝。哎，你们要是不跟我们一起合伙，那更好，你们再去找更好的地儿啊。哎，这瓦岗山啊，可就是我们山东义军的了。你敢！大寨主，您听见了没有？这才是他们的真心话呀！您快下令，都把他们拿下算了。敢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们山东义军！哎，这还了得！快来人呐，把他们统统的给我拿下！报！怎么样？看到没有？潼关附近毫无动静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探得不够仔细。反贼已前往河南瓦岗山方向。啊！我们中计了。如此看来，他们是有意放你走，好让你带回这假消息。这就是他们的稳军计。传我军令，全军即刻启程，直奔瓦岗，追剿反贼。是。二哥，三哥，怎么样了？回来了没有？我在瓦岗这对面等了半晌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二哥，我5个不会有什么意外吧？三哥，你倒说话呀！吉凶难测呀！啊！不行，我得去一趟。二哥，你万万不可一个人去。这样吧，世信陪你去，小弟在山外派人接应你们。三哥，这能行吗？大寨主，不妨让我把他们杀了，灭灭他们的威风。不可，二寨主。报！山东义军首领秦琼败山。山东义军都在山下，若是把这4人杀了，他们岂能善罢甘休？既然义军首领已经来了，不如趁此机会跟他们说清楚，将二员外他们放了，各退一步，息事宁人。那秦琼既是义军首领，不如把他也诓进山来，一起除掉。
到时候山东义军自然溃散，说不定能将他们的残军一同收进山来，壮我声势。大寨主，不妨我们也把秦琼请进山来。二哥说的对，以免他们里应外合使诈，我们得好好把他看起来。那就委屈各位兄弟了。二弟、三弟，跟我下山接秦琼。二位壮士，请坐。多谢。敝寨窄小，承蒙义军首领秦爷光顾，不胜荣幸啊！秦某只是一个草莽之夫，能够得到大寨主如此厚待，感激不尽。哪里，不敢当。秦爷尝尝我的茶可好喝？哈哈，大寨主此茶甚好，甘甜在先，苦意深藏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哈，久闻大寨主是河南义士，苦据瓦岗，兵精粮足，威震随军。所以，我等兄弟听此名号，是想前来与大寨主共谋大业。可不知为何，我这些兄弟是做错了什么，得罪了大寨主，竟被绑在门外。我在里头喝着茶，我这些兄弟们在外面受着罪，这茶便是越喝越苦。光啊，你还喝什么茶呀？他再不放人，我就跟他拼命了！我是信。秦兄，你这4位兄弟蛮横无理。既然商谈合作之事，就要双方同意。你们山东义军仗着人多势众，以势欺人，以强压弱，竟然跟我们动武，我们只好勉为其难地把他们抓起来了。依大寨主之言，也就是我这些兄弟们出言不逊，以至于动了武。哎呀，还望大寨主海涵，饶他们一回吧。哼，如此重罪，定要杀头，绝不轻饶。正所谓是强扭的瓜不甜啊！既然瓦岗不愿意合作，我等也不愿意勉强。不过大寨主，你我都是义军，正所谓是志同道合，岂能够自相残杀？还望大寨主今日看在我秦某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放了我4个兄弟。山东义军感激不尽。姓秦的，你不要在这卖嘴。哼，我们瓦岗寨是不会上你的当的。你哄骗着我们大寨主，先把人放了，然后你再动手夺了我们的瓦岗寨，是吗？哼，没门儿！实话告诉你，今日不但不放了单雄信，连你也别想走。秦的，这是瓦岗山寨，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哼，要打要杀，我们说了算。
你算老几？兄弟们，把姓秦的给我抓起来！谁敢？没错，先戳姓秦的，有胆量，咱们到院子里去。哼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！哥，你休一会儿，打这几个臭狗屎用不着你，小心点。呀！瓦岗郭明顺，快刀！去死吧！飞吧！哥哥走的不远，我送你找他去。看刀！来呀！我让你也找他们去。我是信，有本事你跟我来，敢不敢？也有什么不敢的？好啊，来呀！哼！好啊！秃驴，还要出去弄些石灰。秃驴，把他给我烧死！是。秃驴，放我出去！秃驴。军师，简二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哥也去了好久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莹莹，不必担心，贫道自有安排。这样吧，让我和七哥一同前往。如果真的要兵戎相见，我可以抵挡一阵子，让七哥速回来报信。切记，有事先来报。是。哎，班长，一路小心，快去快回。放心吧，我罗成打架从来没输过。姓秦的，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！我弟弟呢？姓秦的，实话告诉你，这辈子也甭想见到他了。我已经把他送上西天去拜佛了。
先送你上路。住手！有本事你冲我来啊！死胖子，你找死啊！死胖子，你活够了！在你动手之前，我想跟你说句话，行吗？快说。大哥呀，你看我都是一个要死的人了，在我死之前，咱俩做个朋友行吗？呸！谁跟你做朋友？不，这朋友啊，我不外交，我可以啊给你个见面礼。我呀可以告诉你我们山东义军的一个机密的事情。你想想啊，到时候你拿着这么机密的事情到你们大寨主那儿，那可是奇功一件呐。大哥呀，其实我没别的目的。我就是想让你给我来个痛快的，大哥呀！快说，大哥你别着急啊，这人多，这么机密的事儿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真的？嗯。老齐，咬得好！这回听清楚了吧？其实我还有一个秘密。我杀了你！我还是一条好汉。哼，你咋才来的？在这儿等候多时了。前面的小辈，报名再战。爷爷，我乃是无敌将军程咬金。炸！炸！我劈倒你！小西洋，小手啊！老子。告诉爷爷叫什么？寨长。好了。寨主，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哼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寨主不必多虑，之前我等前来投靠瓦岗，是想合兵一处，共反朝廷。可是谁知道这元觉和尚从中作梗，挑起战端。大寨主可是当世的英雄，我跟众位兄弟已经商量过了，仍以寨主为大。我等愿在寨主的帐前听令。寨主意下如何？不可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我寨让既然败在诸位手下，就给个痛快吧。既然寨主不愿意合并，我等也不再勉强。放心吧，我等会退出瓦岗，江浙瓦岗寨，奉还寨主。寨让既已败了，
无需多言，但求一死。儿啊，让儿，儿子，娘，让儿连累娘了，儿之罪也。儿子，刚才权寨大乱，我们娘儿几个生苦受辱，要寻短见。多亏这位秦大人将手下喝退，又好言相劝我们，声明咱家的物品一样都不动，像善待亲人一样善待咱们，娘这才免了寻死的念头啊。儿啊，一娘之间，你就和山东的义军合伙了吧？啊！寨上不知好歹，多有得罪。我愿率残部归顺你们，在秦将军帐下听用。翟将军，快请起来吧。传令下去，后厅摆宴。寨上不知好歹，多有得罪。我愿率残部归顺你们，在秦将军帐下听用。翟将军，快请起来吧。传令下去，后厅摆宴。冒出一个这么大的洞。四弟啊，依贫道看，需要找一个福大命大之人下去探一探便知。三哥，你让谁下去，谁就下去啊。四弟啊，倒是有一个人选，只是怕他不太听话呀。不听话就军法处置呗。军法处置？军法处置。各位兄弟，今日需要辛苦各位兄弟推荐一人到洞里面去看一看。四弟呀，这差事非你莫属啊！啊，你心可够黑的呀！啊，诚心跟我过不去。不要胡说。那我就下去。不过我得吃好喝好。哎呀，吃饱了。三哥呀，你真是杀人不用刀啊，够狠的呀！我要是变成厉鬼，我也不放过你啊！军师，这下地穴十分凶险，一定要考虑妥当，要保证咱们四弟的安全呐。哎呀，还是我二哥疼我呀！早有准备，我在地穴上搭了一个架子，正中绑了一个滑车，棕绳上面绑了一个金条筐，在筐子里面安了一个坐垫和足够吃2天的食品。哼，就算四弟一时半会儿上不来，也不至于被饿着。哎呦，我看还可以准备2只飞鸽，让四哥揣怀里。等到金筐落地的时候呢，四哥先放出1只飞鸽，让飞鸽飞出坑口，这样我们就知道四哥落地了，不用再放绳子了。等到四哥探完地穴呢，再放1只鸽子。呵呵，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可以摇露露，把四哥给摇上来了。好办法，好办法。你们几位速速去准备。是。
三哥，天命难违。到底了，不用放绳了。来，我看见你了，我好着眼瞪着呢。
个人去承受这么大的风险，实在是不妥。我得去看看他。不可！你是我们义军的首领，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我等就群龙无首了。可是，他遇到险境啊，在下面呼叫，连个接应的人都没有。快摇上来！哎呦，四哥！哎呀，三哥！四弟！哎呀！这是什么呀？来，小心！哎呀，想死我了！四弟，你把我给急坏了！来，这个看看啊，这个看看，这什么好东西啊？这个，看看，哎呦，看看啊！住手！干嘛？这是龙袍，折了你的寿。这金印和大旗上，怎么都写着大德天子，会是魔王啊？啊，没想到这深坑底下还有如此的皇室之物啊！莫非地下埋了个皇帝不成？啊？众位，以前我听恩师说过，远在大隋朝之前，南陈北齐对峙，天下英雄并起。有一个人名叫赵威，此人占据瓦岗山，想称王称帝，后因内讧自行瓦解，之后就再也没有赵威的下落了。这么说来，这大旗和这大印都跟这赵威有关联了。今日地县可能是把赵威的墓穴露了出来，这些东西想必是他当年想称帝时用的，后因大事未成，也就做了陪葬。是啊，看来这是天意。现在我们既然有了旗，有了印，又有了官袍履带，这是上天要让我们立大旗，奉明主，起国号，灭大隋。对，三哥说的是啊，对。那我们就应该推举一位圣主，也好号召天下的群雄来归。众位兄弟，意下如何？好。哎，可谁来做这个皇上？三哥，照你的意思，奉谁为主啊？由不得我说了算，要由天定。天定？这天也不会说话，天怎么定啊？今日天摇地陷，四弟舍命探地穴，这不是天意，又是什么呢？三哥的意思是让程咬金当皇上？我看就四个字，既然这大旗大印上都写了大德天子，会是魔王，四哥就当一个会是魔王。兄弟，这个不行，我大字不识，这皇上我可当不了。二哥，你当吧。既然这是天意，我没有意见。这皇帝谁当，不都是咱家兄弟吗？给四哥穿上吧！穿上！和尚们，太好了！各位兄弟，来！
儿子还能当上皇上。我们老程家祖坟上冒青烟了。没想到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皇上。虽然大隋皇上不在，可程大哥这个皇上呢？别总提我的东西，这里可是瓦岗。来，喝一个。别急，五哥，什么味儿？他们都喝。就是办法，不要喝多了。怎么不留在宴席上，独自一人到这儿来了？只是感叹这人生无常。前些日子还在济南为隋朝卖命，可今日呢，却来到这瓦岗山际会风云。真不知道明日一早醒来会身处何方啊！你一个堂堂男子汉，怎么还怕起颠沛来了？我从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四处为家，连个固定的朋友都没有。如今来到瓦岗山，有这么一群兄弟在身边，便觉得人情可贵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谁也不知道下一场会是怎样。就如同我自己，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坚决反对父王辛苦为先皇打下来的江山。可父王迟早会知道，我只是担心你会为难。我现在什么都不去想，我只想凭自己的感觉。我相信只要我能辨是非，我就不会后悔。什么国号啊，谁当皇帝都不重要。说得对，人生在世，能除恶扬善，为天下安和而搏，不枉此生。好了，咱们回去吧。我睡不着，陪我走走吧。好。大伙喝酒啊，大伙吃肉。哎呀，兄弟，嘿，众位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哎，好。来。洋洋，跟哥哥喝一杯。好啊，程大哥，哦不，皇上，圆圆跟你喝。好好好。哎，女孩子家少喝点酒啊。没事，哥。哎呀，跟哥哥敬几位兄弟去。好，哎，
罗少宝，走，一块儿去。走，一块儿敬酒去。表弟啊，咱们以后可就得同舟共济了。来，五哥，干！哎，朋友们，青青他娘啊，你有没有看出来啊？我家阿丑相中莹莹了。嗯？哎，莹莹，我这个当娘的该给他说门亲事。我看行，正好他俩男为娶，女为嫁，啊，咱俩给他操办操办。那得看莹莹愿不愿意呀。哎呀，有什么不愿意的呀？哎呀，你别看我家阿丑啊，他叫阿丑，他并不丑的啊，一表人才。多少姑娘都想嫁给他，都是一厢情愿，他哪个都没看上。喝着啊，哥几个走。哎呀，罗少宝，你看咱们莹莹姑娘多有福气啊！看来马上就能成为咱们瓦岗寨的压寨夫人了。来，齐大哥啊，我敬你3大碗酒。哎呦，哎，好啊！好酒量，这个好。那我老齐我也当仁不让了啊！来吧，兄弟，这杯我敬我自己。这杯我还敬我自己。兄弟啊，有点喝急了，我待会儿再喝吧啊！我待会儿再喝。哎，你看，你们家火车还这样啊！你小点声吧你。你怎么了？我看看。我骗你的。看，上次你骗我，这次我也骗你，这个就叫做一报还一报。哎，罗成，是爷们儿就有话直说，我直来直去惯了，有什么事儿爽快点。我没事啊，我就是喝酒喝多了，出来透透气。赶快回去陪你的皇上喝酒去吧。我谁也不陪，我就喜欢陪你。里面有那么一个一表人才的你不陪，你陪我干嘛？一表人才？你说谁呀？大德皇上，混世魔王呀！你
说他一表人才。哎，想什么呢？还生气呢？啊，别生气了。哇！翟正，我敬你仗义，拜你为大哥，还跟你称兄道弟。对，你还带一帮人占领我们的瓦岗，姓罗的，哼，他不是东西，这个家伙，这小子扎瞎了我的眼睛，我跟他势不两立。对，定让他血债血还。还有我这耳朵，早晚有一天我要血洗瓦岗寨，为我的耳朵报仇。快躲起来！各位官爷，是不是要上山叫降马？大胆狂徒，竟敢拦王爷将！我们无意冒犯王爷，如果王爷想上山叫降马，一定会对我们下面说的话感兴趣。有话快说。小的贺连章，这是我兄弟叫李兴，我们原本都是山寨的寨主。对，他是3寨主，我是9寨主，我们都是瓦岗寨的。今天有一个叫秦琼的男子带着山东义军血洗我们瓦岗，我们好不容易才从山寨逃出来。这么说，你们是降马了？不是，我们也是生活所迫才在人手下做事。其实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都没做过。是。现在我们已经无路可去，特来投奔王爷，请王爷收留我们。你们一介降马出身，怎知本王会收留你们呢？瓦岗山寨小的了如指掌，如果王爷收下我们，小的愿为王爷指路，一举剿灭乱臣贼子。是，王爷，咱们哥俩都跟你上山去剿灭乱党，好吧？本王就暂且收留你们。要是胆敢欺骗本王，我定要了你们的狗命！这么说，那对山东反军已经和瓦岗山上的兵马合二为一了。是的，他们强逼就范，如有谁反对，见一个杀一个。大家敢怒不敢言。若王爷能帮我剿灭反军，我们山寨所有的兄弟感恩戴德，以后好好效忠王爷。对，效忠王爷。谁要你这些残兵败将？那你说，何时出兵合适啊？就是现在。我们下山的时候，他们大开宴席，想必此时他们肯定醉得不省人事。我们此时出兵，他们一定无力抵抗。王爷不费吹灰之力，定会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，王爷，您现在就出兵，就能把他们全都抓住。这么做虽然有些胜之不武，倒是也能减少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。好，多访薛亮，但你2人速召集兵马，随我上山，攻打瓦岗。是。这天这么快就亮了。是啊，日子过得真快。
那日出真美。是啊，很美。不过在我眼中，你是最美的。那儿好像有人。不好，我们赶紧走，快！谁呀？哥，那你谁呀？我秦国远呢。那是六弟。哎，四哥。哎，喝。哎，干！快醒醒！干！醒醒！喝干了。哎，快起来！醒醒！快醒醒！喝。不好了，杨林带着兵已到山寨门口了。什么？带着人马过来，我们先去稳住他。表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表弟，你现在的身份不宜前去。你想，如果靠山王知道北平府有人参与谋反，想必一定会连累到姑父和姑母。与其这样，表弟，你先留在山上。如果表哥需要你，到时候你得来。好吧。国当贤弟，一切按照我说的去办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哎，王大哥，外面情况怎么样？嘘。什么？你要去烧敌营？嘘。我也要去。过来。叔宝。为父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若是听为父的话，跟我回去，为父必会对你的一干兄弟从轻发落，甚至既往不咎。13弟，父王一诺千金，你还是快开城门，让我们进去吧。王爷不必再劝了，秦琼心意已决，定会和瓦岗的兄弟同生共死。这老头还没走呢，是不是准备留下来跟我们再喝一杯啊？啊！我说叔宝啊，你不愿意跟我回去的原因，就是要跟这几个喽啰兵共谋天下。我说你们就是一群孩子的把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笑什么？无量天尊，贫道笑的是王爷身在危难之中，却浑然不知，寨中的阵已经布好，正在等着王爷前来破阵。若今日能把王爷擒下，朝中必然人心涣散，到那时我等再一举攻进长安，岂不容易？王爷，不要听他的，我可以用人头担保，寨子里面绝无玄机，都是这个妖道故弄玄虚。来人，在，把这城门给我撞开！是。
王爷，大事不好，咱们的粮草被人给烧光了！什么？撤回来！速回营救火！父王，不知何故，附近的水源突然干枯，粮草不能得救，全都被烧光了。什么？粮草全都被烧光了？这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？粮草都守不住，请父王息怒。既然粮草已无，那就不能再拖了。要是我们能够再次出兵，就能一举拿下瓦岗寨。父王，此地地势险要，我们的粮草已经被烧掉了，真的不宜再出兵了。此地离潼关不到100里，那我们就速回潼关，补充粮草，再请潼关将士前来攻山。哼，老夫就不相信拿不下区区一个瓦岗寨。皇上，讲。皇上，据探子报，杨林近日大举派兵去镇压济南府的叛军，可没想到，叛军首领竟是杨林府上的13太保，玉郡主的夫婿。有这等事？千真万确。这么说，玉郡主也牵扯其中。皇上，这件事尚不清楚。不过，倘若是真的，与叛军为伍，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。不知道杨林敢不敢大义灭亲？那就把他招进来，问。如果因此中有所袒护，朕就要大义灭亲了。恭迎王驾！平身。启禀王驾，圣旨已到。皇上要本王速速回宫。王爷，那攻打瓦岗之事呢？不如让末将代王驾去伐瓦岗，末将用人头担保，必将逆贼一举剿灭。本王又不是一去不回了，此事有待我面见圣上，再做定夺。魏将军，这段时日一定要紧紧盯住瓦岗寨的一举一动，记住，不得强攻，但是不许放过任何一个人出来，清楚了吗？末将遵令。走，这。恭送王驾。主帅，这会儿响马近在咫尺，莫非我们真要听从王爷吩咐，按兵不动？岂能不动？本帅必将那瓦岗扫平，将那些逆贼一一血刃，一雪前耻。倒是再向皇上报功，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你速召集兵马，随本帅直往瓦岗。是。
那2名士兵眼看就要喊了，我就在想，本女侠现在不出马更待何时啊？于是我和罗成就一人一棒，全都给打晕过去了。报，杨林已经撤离营帐，领兵原路返回。这好啊！这下咱能睡一个安稳觉了。四哥来了。36弟，为何好？这差远了。今儿咱们喝痛快，啊！昨儿让那杨林那老儿给咱们搅和了，是不是？搅和了。既然我们决意在此安定下来，何不就趁现在，请魔王给我们定国号、封赏，之后再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开国盛典？诸位弟兄，意下如何呀？